伊即马听弹琴瑟和海，听弹琴瑟和海。吼，咱迄阵是先弹琴，所以和以前无共款。咱即个歌词小可注意一下。好，咱第一站，兄弟，毋免真过匆匆忙忙的感觉，免来。兄弟永远存在，听弹琴瑟和海，万事万作为你敬拜。现在，因阮头到天涯，比赛先到滚前好赛。阮叫做阿罗听，阮所面的微笑，要学落来存命。阮叫万好源头，针对万事皆头，都是依靠先祖祖辈人后。青春现在小脚，光阴灿烂烟苗，我永远他高北岛。圣洁高眼光，望着主人公，问你先会最好。好，第三站是交脚，好，毋是坐坐，吼，脚套，就交脚，请咱举办心，上个来敬拜主。哦，这是咱预备心来准备礼拜，有手机的就请帮忙关机或者是关震动，以避免干扰进行。
我真欢喜人招我讲，咱来去上主的殿，咱就去遐学罗上主的名。请咱做伙吟诗来亲近上主，献诗第281首，献诗第281首。上帝即时临在，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同心来祈祷。主啊，我们向你认罪，我们是何等挥霍你赐给我们的美好地球，跟随世界的脚步，常常过度的消费，我们为此得到短暂的快乐，但却伤害了环境，让地球发烧了。气候变得如此炎热，求你赦免我们。为此，我们在这一刻祈求你赐下你属天的智慧与引导。我们并不是经常知道要如何去应对如此极端的气候，我们的灵魂疲惫，时常担忧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是我们渴望能活出荣耀你的生命，并好好的守护你赐给我们的地球。而回到个人的生活，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停滞不前，或看不到前景，但你看见我们了，因此我们求你引导我们，指示我们通往丰盛生命的道路，并在我们受到试探，要偏离你时，叫我们知罪。求你在引导我们时，也更新我们，靠着你，我们的生命才得以坚立。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你是我们的力量，你也成了我们的拯救。所以主啊，请引传阮的脚步，因为阮要荣耀你。只是阮要用主教是阮的祈祷，要安尼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
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亲。阿免。荣光归上帝上帝，荣光圣者圣神，万民上帝，在地内，在地内，将来也永远地内。不求莫尽，阿门，阿门。当先来启文第62篇，启文第62篇，也就是腓立比书第25章。我来启，请兄弟来念。既然恁搭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对伊的疼有得到安慰，既然你搭献贤有交谊，既然恁有经验上帝的慈悲怜悯，恁就有善款的心智、上款的疼心，和谐的感情，一致的想法，通互我充满欢喜。唔通自私自利，嘛唔通追求虚言。反正着有谦逊的心，看别人比家己较牛，恁逐个人唔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嘛着顾别人的代志。恁就有基督耶稣的心智。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却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伊反转拼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出世甲人共款，用人的形体出现，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甚至死伫十字架顶。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使伊超越万名的名号。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天顶、地上、地下一切的脚头拢会跪拜，这些一切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俾上帝。请咱同齐来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5章22到26节。毋过现行所结的规矩是忍耐、欢喜、和平、忍耐、忍慈、良善、忠实、温柔、洁净。即款行为一般的法律无伫禁止。遐个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有将本性甲一切的邪情私欲做伙钉死伫十字架。既然咱靠献贤伫活，咱就顺从献贤来生活。咱毋通追求虚言，毋通彼此折气，互相怨妒。愿上帝祝福领受伊的话啦，搁安尼照安尼行的人。只是青少年团契要带咱来学罗上帝。因所要引的诗歌是“我要爱慕你”。
愿一切水的歌声，前奏芳芳的坐，达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恩。今日要为咱见到的是本堂林耀新牧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服侍之路。把时间交予牧师。来，兄这平安。啊，拄仔陈三七唱歌唱了伤好听，我想要甲因对咧唱，啊，但是又搁惊麦克风怎唱出来，结果怎啊去家己的喙若去砸着。咱透过青少年团契因所复吟的诗歌，搁一届帮助咱，互咱会通安尼搁较贤亲近主，透过因的诗歌。导领咱来到伫上帝面前，互咱真正用着心灵甲诚实来靠无咱的主，会通进入伫伊的同在的内面。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主，阮较无来靠伫主你的面前，也愿你的神运行伫你家己的会中，主你家己用着你家己的话语来养饲阮。互阮透过你的话语，阮会将搁一届来生命得到成长，灵命得到更新。透过阮生命的改变，主你搁一届来帮助阮，互阮会通伫阮的日常生活中来赢过即个世间所有一切的挑战甲试探。透过阮所伫主你面前的敬拜。会通得到主你的欢喜感恩，愿安尼恳求祈祷，靠主所基督圣名，阿免。顶礼拜咱有分享到服侍是咱的需要，上帝借着即个服侍，伊甲咱三个同工，也互咱会通搁较明白伊。若毋是上帝恩典，咱啥物都袂当做。所以咱的服侍若有啥物款的果效，拢毋是咱有啥物款的了不起，有啥物通夸口的。这所有一切拢是上帝的恩典。咱也伫咧分享的内面，也去讲着讲，迄个真正有影响力的迄款的服侍，是迄种的生命的服侍，是用着生命去影响生命。伊迄个伫迄个循环的内面，是透过着即个灵物命事神即五站吼，咱的服侍。来帮助咱的服侍会通互主来大大来使用，但是迄个上重要的也是伫咧每一届服侍内面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咱上落尾拢一定爱将即个一切荣耀来归乎咱的主，咱的上帝。所以灵物命是神，最后那个是神，是将一切荣耀归给神。这五个阶段会通帮助咱知影讲，咱的服侍是毋是伫咧即个正确的方向的顶面？每一个阶段拢是迄种互相串联，毋是讲会通好拣选每一个倒一个阶段。咱嘛袂通好讲停留咧倒一个阶段，乃是伊是一个不断伫遐咧循环的。所以咱要来安尼来针对即服侍的即个五个阶段，灵物命事神，咱要来分别来分享为何咱伫咧咱的即个服侍的即个道路顶面，即五个阶段是遐尔重要？迄个伊的重要是因为伊是对圣神来开始，耶稣伊的服侍是对圣神对灵来开始。耶稣伊出来服侍传道进前，伊是大先先领受圣神的洗礼。伊当伊领受圣神了了，伊煞接伊就去互圣神安尼引带去到伫旷野来安尼接受即个安尼试探。伊伫咧迄个中间伫遐安尼接受撒旦的试探，但是伊伫迄个中间来较赢撒旦的试探。伫咧伊对旷野出来了了，耶稣就满有圣神的规律，开始来做即个传道的即个事工。伊伫遐开始医病赶鬼，搁行侪侪遮个安尼讲异能。共款，当使徒
安尼耶稣伊安尼上天了，换使徒起来，因伫遐服侍的时阵，因嘛是对圣神来开始。耶稣伊上天了，门徒因伫遐做伙同齐伫遐咧祈祷，直到迄个五旬节的时阵，因就受到圣神的充满。彼得甲着迄个另外10个即个使徒，因就伫遐开喙，伫遐来讲起着圣神对因所启示的即个真理。这也就是咱咧讲的叫做圣神的引带。当迄天内面，敢若安尼。保罗安尼伊的迄个宣讲，安尼就3000人伫遐安尼来悔改、来信主、来写伫遐来受洗，诚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也就是一个满有圣神的迄个事工，伊所带出来的迄个果效。所以咱服侍的起点是对迄个灵来开始，时常爱。安尼被着圣神来充满，佮互圣神来引带，才有法度满有迄个圣神伊的气力佮能力。所以伫咧即个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内面安尼讲，伊讲毋过圣神临到恁的时阵，恁会得到能力，伫耶路撒冷、全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天边海角，为我做见证。所以咱会通看见做耶稣的见证，安尼讲。咱固然重要，但是咧，耶稣伊伫遐来提醒着门徒，毋是倚靠着家己去做见证，乃是爱倚靠着圣神的气力。所以伫咧加拉太书内面第5章，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内面去讲着，伊讲安那讲，既然咱靠圣神在活，咱就顺探圣神来生活。所以。咱甲上帝关系的迄个开始是靠着圣神，每一日的生活，甲着咱的服侍，也必须要倚靠着圣神的气力。倚靠圣神，毋若是干那伫咧咱的是咱迄个服侍的迄个起点，搁较是一个正确服侍的一个咱讲的一个导向，一个方向。毋是每一个奉主的名所做的即个服侍，拢会通得到上帝称赞。敢若伫咧照着马太福音第7章内面安怎讲？伊讲安那讲，只有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服侍，才会得到安尼迄个得到上帝的接纳。所以迄个咱就会通发现，伫咧咱的即个服侍的即个道路顶面，有2条无共款的路。一条是倚靠圣神，搁遵行上帝旨意；另外一条是咱倚靠咱家己，满足咱家己的意思。所以罗马书第8章内面安怎讲着？伊讲安那讲意向本性结果是死；意向圣神会得到活命甲和睦。华语圣经讲啦，讲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迄个体贴肉体，甲着体贴圣神，是咱伫咧服侍中，咱伫咧服侍中2个相对的一个起点。你要体贴肉体，就对着咱家己的需要，伊的结果就是死。那服侍，咱若是只有倚靠着肉体的力量，迄款咱的服侍会互人感觉非常的吃力。搁迄个服侍，你会感觉咱的服侍会哪来哪无气力，最后甚至到尾迄个服侍会自来停止。但是咱若是倚靠圣神来服侍，咱体贴圣神，就会对着上帝的心意。搁安怎？伫迄中间倚靠圣神的结果，就是咱得到迄个性命甲平安。所以对迄个活命，甲着迄个服侍的迄个结果，就会伫迄个中间来咱讲评估，也是讲衡量，咱到底咱的服侍，到底咱是体贴圣神，还是体贴肉体？那安尼的时阵，咱就要来问：安尼咱要怎样来去体贴圣神？这是一个咱需要去问的问题。第一，咱需要有一个谦卑的心。牧师伫咧安尼这几年的服侍内面，一直不断伫遐来讲去谦卑。谦卑既然是遐尔重要，是安怎咱做袂到？
因为咱真恶地放下咱家己。当咱若欢喜来顺坦谦卑的时阵，咱愿意来弃权，互主伫咱的性命内面掌权的时阵，咱就是选择迄个倚靠圣神。咱选择无倚靠咱家己的聪明、咱的才调，咱伫遐安尼独伫遐来倚靠着上帝。上帝就伊要指引，也是讲引带咱安尼一条迄个正确的道路。箴言第3章内面讲，你只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认定他，他必使你的道路平直。所以咱会通透过圣经内面，其实拢已经甲咱讲起，但是咱若无愿意伫遐来体贴圣神，咱伫遐体贴家己的心事的时阵，咱所行的道路，上帝讲安怎？伫迄中间，咱无法度得到一个安尼真平真直的道路。伫迄中间会充满了侪的歪巧。迄个无体贴，无体贴咱的肉体，只有体贴上帝旨意，就有法度伫遐来完成上帝对咱所交托、对咱所托付的每一项代志。咱的待人接物，咱待人处事，咱无倚靠家己的能力，反倒是靠着上帝的气力。无论伫咧即个环境的顶面怎样，咱游玩，咱拢会通有一个满有喜乐的迄款安尼的一个心态。咱无倚靠家己的安尼口才，咱伫遐倚靠圣神福音的大能。当使徒安尼，耶稣对这个门徒讲安怎？讲当恁交互公会的时阵，恁毋好是准备讲恁要讲什么话，因为圣神会带恁去讲应该讲的话。所以无论咱伫一个什么款的情形，咱的环境怎样，咱就爱用着一个喜乐的心。就算讲一个困境，也是一个安尼，互咱感觉安尼一个拄着一个挑战。但是咱爱真清楚知影讲，这所有一切拢是上帝伊所允准，要爱互咱伫咧咱的性命内面来得到成长，得到安尼会通伫咱的属灵的性命会通搁较一个晋升。所以咱就伫咧迄个中间，咱拄着任何的挑战，咱无有任何的惊吓，咱伫遐来勇敢来为主做见证。所以咱爱体贴圣神，咱就一定爱有一个谦卑的迄个心。第二，咱需要用心。咱要怎样来体贴圣神？咱毋是用着咱的头脑，咱是爱用心来伫迄个中间，用着一个单纯的心，迄个咱讲无愧的良心，甲着迄个无伪的信心，无虚假的信心。今仔日咱有当时咱伫遐讲咱对主有满的信心，但是咱着爱平心家己真正去好好去反省咱家己，咱真正迄个信心是真的，是虚假。伫迄中间，咱应该有一个用着单纯的心，无愧，没有迄种无任何的迄款的背叛。即个无有虚假的信心，咱伫迄中间，互心来引带咱的所有咱的思想甲着行为。有一天，一个姊妹咧甲我问讲，即个伊的亲人无信主，安尼若当主过来的时阵，安尼迄个审判来临的时阵，安尼要怎样？其实照圣经讲，就是伊这个归伫主的人，主照着主伊所教示咱的来审判伊。但是遐个毋认捌主的人，主用着啥物话？用着伊的良心来审判。咱知影，伫咧咱全世界每一个民族，伊有无共款的迄种的，咱讲伊的迄个咱讲良心的状态无共款。因为因的民族性文化有无共款，就较亲像讲，咱伫咱台湾，咱用着一夫一妻，但是咱嘛知影伫咧中国有迄落叫做啥？
一夫多妻，还是一妻多夫？这伫咧因的社会、因的文化，这是叫做被接受的。当因若是无认捌主的时阵，因上帝照着因所让予因的文化，甲迄个良心来审判因。所以咱伫咧中间，咱需要是咱爱安尼用着咱的心，伫迄中间，咱来伫遐来体贴咱的主，用心就法度认捌上帝。伫咧马太福音第5章第80节啊，讲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见着上帝。互咱会通明白伊的心意、伊的旨意，佫会通伫迄中间来完全来倚靠伊。如果咱若用着脑，咱就无法度来认捌咱的主、咱的上帝。马可福音内面去讲着讲安怎，讲要互因安怎看佫看，嘛看无；听佫听，嘛听无。因为因这个人，伊伫遐用着脑，伫遐来想要来认捌上帝，结果伊只有敢若认着迄个皮毛，无认着迄个，无认捌着迄个真实的上帝。咱若照着家己的意思，我靠家己的迄个经验，咱的做咱的咱家己过去咱所行的方法，也是去找人的帮赞等等这方式，这拢是咧用脑。我靠圣神需要信心，因为咱伫咧所做的每一项代志顶面，有当时咱用着咱伫咧即个社会，咱所生活，有当时咱会感觉讲做代志，叫做讲。看到一项代志，咱第一个反省讲这无可能，因为这是咱伫咧社会，咱伫遐成长的过程内面，咱所领受到的，咱伫迄中间，咱所做的判断。但是既然上帝是上帝，伊检视就是做迄个伫人所无可能的代志，敢毋是？所以咱伫咧中间，咱应该着要凭着信心伫遐，当咱有迄款安尼。对圣神领受上帝心意的时阵，咱各怪咱毋是用着头脑讲即种代志咱无可能做。咱需要是凭着信心伫迄个中间来，几个兄弟姊妹，咱甚至亲像讲咱伫咱的长老教会，咱是安怎有即个小会体制，小会来聚会，就是透过亲像讲牧师伫遐来领受迄个异象。但是迄个异象毋是讲从来伫咧教会就马上来做，咱是透过着小会伫迄个中间，牧师将领受的异象，甲着咱的小会员伫迄个中间伫遐来分享，小会员伫遐来分别，这是毋是照着上帝迄个善良、纯全、佮好的旨意？所以咱是伫咧迄个中间，伫遐透过安尼，当咱分辨了后，咱就凭着信心来去做即件代志。所以咱咱是爱用着心，毋是用着脑。当咱因为圣神所做的代志，伊往往超过咱所有法度理解，甲咱会通明白。咱用脑，咱就会伫迄中间，伫遐来计算，咱伫遐来算，伫遐讲我做这件代志是毋是对我有帮助，对我有利益等等这个，咱伫咧咱所要付出的代价顶面，咱就会伫迄中间有所保留，咱就会将咱对主的迄个信心，将迄个信心来甲伊吞食掉去。只有用心会保留迄个安尼讲毫无保留的安尼去伫迄中间来付出。伫迄中间，咱用着单纯的心，迄个无愧的良心，甲无伪的信心，咱伫遐来做上帝伫咱的心内，伫遐安尼对咱的迄款安尼感动，咱就顺服着圣神对咱的引带，咱就要经历着迄个圣神的大溃烂。咱的信心是建立伫咧一遍搁一遍，咱伫迄个中间伫迄个中间，咱感觉讲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因为咱用着迄个单纯的心，迄个无愧的良心，甲无伪的信心，咱伫遐来接受圣神对咱的引带，咱就要去经历迄个伫人看做无可能，伫上帝凡事拢会迄款安尼的迄个经历上帝大能伫咱的生命内面，靠着圣神的。安尼行做，咱就要经历圣神的做工，圣神的工作。圣神主要有2项
主要的工作，就是第一个，伊要互咱伊要对咱来启示上帝的话，过来咧，伊要伫咧中间来做诚侪侪遮个奇妙的事。圣神带领咱去明白上帝的话，伫咧约翰福音第16章内面讲啦，讲真理的神来的时阵，伊会带恁了解一切真理。所以咱毋是咱会通好了解上帝的话语，是照着圣神的启示、圣神的帮助，互咱去了解上帝的心意了，咱阁欢喜来去顺探上帝的心意。当咱伫遐得到启示，咱伫迄中间，咱安尼用着信心来领受，咱的信心伫遐拿增加，咱就要来，互咱的性命来得到造就，来得到更新。咱就伫咧咱的每一届服侍内面，咱若有圣神伫遐来启示上帝的话，会带来极大的迄个能力甲快乐。就要较亲像咱伫咧咱的即个以弗所书内面去讲到迄个用着圣神做剑，就是上帝的话。伫迄咱所拄着每一工困境，咱的遮个挑战的时阵，因为有圣神诚做咱的快乐甲帮助，伊要诚做迄个来道，要伫迄个中间，互咱去看见、了解、明白上帝的话，咱就安尼靠着上帝的话去赢过即个世间所有拄着咱所拄着任何的挑战。咁圣神伊也要帮助咱，会通伫咧中间来去辨明人所有一切遮个心思意念。讲上帝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是比一切双面来会强较来。搁安那会当插入甚至破开人的灵、甲魂，以及关节、甲着骨髓，搁会当安那判断人心内的欲望、甲着意念。所以咱会通安尼，我靠着圣神会通帮助咱，会通去明白、去辨明咱的心思意念。搁安那圣神也要帮助咱，搁一届将咱来夺回。夺回人的心来顺服基督。当圣神伫咱的心内的时阵，咱欢喜互圣神来引带、来带领的时阵，咱伫咧面对逐样的征战挑战的时阵，咱伫咧拄着任何遮个困境的时阵，咱无因为所拄着遮个代志，抵到咱灰心软志，乃是咱倚靠着圣神，搁一届将咱来引带。甲咱迄个原底本底迄个软志，也是讲失志的迄个心，搁一届来甲咱夺回，来转来到伫上帝咱的主的面前，互咱欢喜来顺服。尤其是伫咧头拄咱所讲起，咱伫咧面对着遐个困境、遐个难处、遐个挑战的时阵，咱伫咧感觉讲这是无可能的代志的时阵，伊搁一届。圣神帮助咱，互咱迄个心欢喜来顺来的时阵，搁一届将咱迄个软志的心，搁一届来转来到欢喜来顺服基督。靠着圣神的服侍，咱就要经历侪奇妙的代志。讲新约会对咱来安尼来对咱来去见证咱所传的道理。今仔日咱伫咱的生活中，咱是安怎无法度伫遐来见证咱所传的？咱是毋是有真侪时阵，咱是倚靠着咱家己？咱伫迄中间，咱无来互圣神来引带，直到咱伫遐无才调来见证咱所信的道理。那安尼时阵，咱需要搁一届转来到伫上帝面前。恳求主圣神来引带咱，互咱真正欢喜来顺探上帝话。上第一步就是圣神帮助咱，会通咱讲记起，也是想起上帝的教示，也是讲主耶稣伊的教导，互咱会通伫咧照着咱所想起上帝话语的时阵，咱会通靠着主来去安尼较赢咱所拄着的遮个挑战，佮赢过所有。伫咱心内一切遮个征战，因为咱尤其是咱今仔日咱诚做一个咱讲这个改革中的即个信徒，
咱伫每一项代志顶面，咱唯独什么？唯独基督，过来唯独圣经。咱伫咱所做的每一项代志顶面，咱甚至伫教会内面有倒着任何的这争议的时阵，咱是倒来到伫上帝话，咱伫透过用着上帝话，伫遐来分辨，伫咧所有遮拄着车的争执，到底什么是合上帝的心意，什么是无合上帝的心意？咱伫迄个中间，我靠着圣神的服侍，咱就要经历圣神的大能，佮有逐样的遮新约技术，会通安尼来跟对咱，咱就要进入无限，会通伫遐来满足上帝的心意。迄个进入无限，就是要帮助咱，互咱真正当咱若欢喜来倚靠主，咱的倚上，咱的主上帝的时阵，咱所行所做，无安尼无不凡事亨通啊！因为咱所做，咱若体了咱的主，咱所做的就是主所要爱咱做，就咱所做无一项袂成。所以咱伫迄个中间，迄个倚靠圣神是一个真要紧的代志。但是伫咧迄个圣神的迄个咱毋是干那伫咧迄个迄个咱讲叫做追求迄个圣神的迄个经历安尼尔。咱一个真要紧，咱毋是干那追求咱伫咧即个圣神的遮个经历，也是遮个现象，甚至是迄个感觉安尼尔。圣神必须要进入迄个悟，迄个领悟上帝的话，迄个悟才有法度来达到迄个平衡。就较亲像咱伫咧有个人安尼伫咧伊的服侍顶面，伊真注重迄落祈祷，但是有个人真注重上帝的话语，所以伫遐注重读圣经。拢真好，但是两个是爱彼此互相安尼平衡。伊讲，如果说我们过于咱讲过于属灵哈，然后叫做太过只有讲求这个属灵的在经历的时阵过于火热，但是如果只有读圣经互咱过于冷淡，咱只有敢若充满了上帝话语，结果咱无法度真正行出来。只有圣神甲着圣经来伫迄中间来帮助咱，透过圣神的开力，甲着咱伊启示咱，互咱明白上帝话语，伫咧迄个中间达到彼此的迄款平衡，所以互咱有法度去伫迄中间真清楚知影讲，圣经是咧印证圣神的工作，佮圣神的工作是要来见证圣经所记载。所以咱倚靠着圣神的能力的服侍，虽然咱会感觉讲，尤其是伫咧圣神的服侍顶面，时常会互人感觉足兴奋的，因为真侪代志是你所无法度，你过去你所无法度经历到，也是讲你无法度去想象到。但是若无上帝话语，咱所信的犹原是浮浮的，咱就会较亲像讲，迄个将咱的信仰的迄个根基建立伫咧迄个沙地的即个顶面。对圣神的工作无迄个通去咱讲辨明的迄个标准，会互人会伫咧迄个人事物的迄个对伫迄个因为人事物的迄个影响着咱的信心。因为圣神的工作是迄落是照着伊家己的心意咧做，所以无有一个标准。所以你伫咧服侍的时阵你会发现讲，咱若只有敢若倚靠圣神的时阵，你会感觉迄个咱的性命那像时好时坏，你的服侍的生命时好时坏。但是倚靠着圣神的迄个能力，佮加上上帝话语的迄个服侍的时阵，是要互人的信心会通安尼哪行天，佮是有凭据的。
所以咱会通伫咧中间，咱会通看见。伊安怎讲？伫咧哥林多后书讲到讲，迄个文字是互人死，毋过圣神互人活。所以，如果咱只有干那读圣经，迄个圣经无法度互人真正来得到迄个圣经话语中的迄个画面。只有当圣神来帮助，互咱完全了解着即个圣经内面的话语的时阵，迄个人才有法度伫咧中间来真正活出迄个圣经所爱咱活出迄款安尼的生命。何西需要上帝的神，嘛需要上帝的话语。咱伫咧中间，咱会通看见连主耶稣嘛是同款。福音约翰福音内面去讲上帝所差遣去为讲上帝所讲的话，因为上帝无限量赐圣神予伊。耶稣的服侍时常是带着圣神的气力甲能力，所以伊伫迄个中间，伊伫逐城市伫遐，逐庄社伫遐传讲上帝的好迄个福音，伊是倚靠着圣神的气力。伫迄个中间搁若是干那安尼，伊伫遐倚靠圣神的气力，搁伫遐常常宣讲上帝福音。使徒的服侍也是同款。当使徒互圣神充满的时阵，彼得彼得伊开喙的迄款安尼宣讲迄个宣讲上帝话语，就有3000人伫迄中间来安尼伫遐来悔改信主。所以无有迄个灵的即个阶段，就无法度来进入迄个领悟，还是讲醒悟迄个迄款的阶段，因为是圣神互咱有法度去领悟上帝的迄个话语。无，然后没有领悟上帝的话，只是头脑里的一个资讯。当咱有迄个领悟了，上帝话就成做咱心中的迄款安尼迄个启示。亲像哥林多后书内面去讲着，讲讲迄个讲，若伫迄个和合本，咱的原底本地和合本的圣经安怎讲？伊讲迄个字句，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今义叫人活。伫咱今仔日咱的现代即个和合本2010年版，伊的翻译是讲文字使人死，圣灵使人活。所以咱就会通伫咧中间看见，迄个圣经若只是干那字句，会那亲像咱伫咧食饭的时阵，咱若是无经过煮过，咱只不过是干那伫遐咧食迄个白米，迄个米粒啊，就会非常的安尼，咱讲真歹食，嘛真恶得消化。但是咧，圣神会互圣经成做迄个活泼的迄个话语，就互咱会通得到活，就要互咱亲像即个迄个主食的即个白饭同款，食了，咱会伫咧中间来得到成长。所以咱会通看见的就是读圣经。咱讲固然重要，连牧师嘛是逐工伫迄个中间，伫遐安尼用着即个程度，伫遐安尼期待咱兄弟姊妹，咱安尼一工一地安尼伫遐来读圣经，咱的灵命要伫咧中间来得到成长。但是只有读经，但是咱无有圣神的帮助，安尼咱无法度来伫咧中间来得到。应该有的迄款安尼的成长，但是灵命要成长，咱少不了即个灵跟物，就是安尼圣神伫迄中间来帮助咱安尼领悟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咱会通伫迄中间，我靠着圣神对上帝嘴所讲的每一句话，咱会通伫迄中间来真清楚来了解体贴上帝的心意。当咱我都伫遐来领悟上帝话的时阵，就有法度互咱安尼人的观念伫迄中间来得到改变。
希伯来书第4章内面讲到安怎讲？讲上帝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生命来会咸较来，佮会当插入甚至破开人的灵甲魂、关节甲骨髓，佮会当判断人心内的欲望甲意念等等遮的。所以咱会通透过咱即个希伯来书，咱会通看见迄个。咱当咱安尼领悟了上帝话了，互伊有法度帮助咱规个观念改变，佮带来迄个生命的改变。当咱伫遐来领悟上帝话的话语了，伊佮会通帮助咱，会通伫遐安尼来产生迄个愿望甲信心。所以罗马书第10章内面讲安那，伊讲信是对听。听是对听基督的话，所以咱就会通透过咱不断伫遐真清楚领受上帝的话语，咱就要来安尼哪来哪效法主，了解咱的主伊所教导的，咱伫迄中间来也来伫遐中间来活出来。所以咱伫遐面对着艰难也是困境的时阵，咱当咱若有圣神的帮助，佮有上帝的话语，成做咱的迄个后盾的时阵，咱就不容易放弃咱的所有的福祉，佮会通伫遐安尼得到上帝对咱所应允的。雅各书第1章讲，恁着靠信心祈求，毋通摇疑，摇疑的人亲像海涌互风扫，起起落落。咱的信心是毋是伫迄中间呢？伫遐来起起落落？咱是毋是有安尼全然倚靠咱的主，伫咧咱的服侍中来领悟上帝的话语，伫互迄个服侍的人会伫咧迄中间透过咱，因为咱有圣神的帮助，甲着上帝的话语，咱就伫咧服侍过程内面伊过来无搁再是迄种咱讲是迄个安尼是个艰难的代志。咱是要真做享受，因为安尼迄款的服侍，无搁再是人伫迄个中间来安尼推动，咱是上帝伊伫个咱的心内迄个伫遐来感动咱，咱无搁再受到迄个需要的推动，咱是互上帝来伫遐来甲咱来杀甚至到落尾，咱有法度家己来。安尼自动自发来杀咱家己，迄款安尼服侍，咱才有法度来得到持久。所以咱要安怎来领悟上帝话？共款，咱需要有一个谦卑的心。谦卑是得到领悟上帝话语的一个真要紧的关键。咱到底亲像咱咧读圣经的时阵，咱到底是咱伫迄个中间用着咱家己的心咧读圣经，是咱真正欢喜顺叹圣经伫迄个中间对咱所讲的话，咱就伫迄个中间，咱就用着一个真咱讲敞开的心去领受上帝的话语。圣经当圣神伊。伫咧咱的心内，伫遐来做工的时阵，圣神欢喜来将上帝话来遐谦卑的人来显明，来着迄个聪明的人安怎，就将伊的话语来稳重起来。咱知影法利赛人甲着这文士，因拢真清楚上帝的话语，但是因却无法度去明白其中的迄个内涵。所以耶稣称这个人安怎叫做啥？外人。所以耶稣伊怎样来去讲到这个迄个法利赛人甲文士？伊讲要互这个人安怎？讲看了又看但是怎样？看无啦。要互伊看搁看嘛看无，听搁听嘛听无嘛无了解。人的聪明无法度去领悟上帝话，
若毋是耶稣的恩典甲圣神的工作，咱无法度去领悟上帝的话。所以咱必须爱用着一个谦卑的心，圣神才有法度帮助咱进入迄个上帝的真理内面。因为真理的神来的时阵，伊要带咱了解一切的真理。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真正会通安尼用着一个谦卑的心来不断来去安尼顺服圣神的引传。所以咱要伫上帝的话语内面有搁较侪迄种搁较多的迄种，咱讲不断的晋升，就爱安尼拢入迷来去阐述上帝的话语，圣神启示上帝的话语。那咱无伫遐安尼时常来迷离阐述上帝的话语，咱来帮助咱所得到迄款安尼的启示，真紧咱所领受到迄个话语就会真紧来袂记哩。若是咱伫遐安尼迷离阐述搁时常找机会，咱伫迄中间伫遐来时常来人来分享咱所领受到的遮个启示。咱要对所得到即个启示，会通有一个搁较深的认捌，迄个观念，咱就会伫咧中间来渐渐来得到改变。咱的信心嘛要伫咧中间拿加添。所以咱得到启示，咱就爱伫咧咱的迄个看甲听的顶面，咱不断爱伫遐来，不断伫遐来反复来来去想。甚至咱伫遐毋若干那想，搁咱伫迄中间来安尼来讲出来，至到咱有法度搁较侪会领悟上帝的话语。迄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互咱真正会通行出来。透过咱不断伫遐来经历圣神的遮个奇妙的遮个神业技术，伫咱的即个信仰的即个路程的顶面的时阵。咱就要发现，咱的迄个道路会哪来哪行通。咱伫咱所做的每一项代志顶面，因为咱倚靠主，咱顺探，咱顺服上帝的心意，就咱伫咱所做的每一项代志顶面，咱就要安尼凡事得到兴盛。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咱所领受到，咱会通过一届好来去思想。也帮助咱伫咱过来日子内面，咱伫不管是伫咧咱教会服侍，伫咱个人家庭，咱伫咱的公司、咱的工作，也是伫咧咱的厝边的即个待人接物的顶面，圣神要伫咱的心内来亲自来对咱讲话。当咱若欢喜，互圣神来引带的时阵，咱的路。会得到平坦，搁事事行通。咱透过咱今仔咱所分享的，咱搁一届来小可来想，伫咱的服侍甲圣神有啥物款的关系？咱有时常倚靠圣神来面对咱生活的每一项代志，啊无？咱要怎样来去体贴圣神的带领？搁伫咱的生活中，倒一项代志上无法度互咱来互圣神来引带咱，咱会通好好来去回想，伫咱过去的年日内面，咱所经历的，是毋是有啥物款的代志，至到互咱甲咱的主无法度有一个更较亲密的关系。第二，咱伫咧咱头仔讲起的即个服侍，即个5个阶段，灵、物、命、是神。为什么灵必须要进入物？耶稣互咱啥物款的一个榜样？咱期待咱会通真正效法咱的主，伊所画出来，互咱学习的，互咱来跟对，咱嘛正安尼来行。第三，什么会是领悟上帝话语的一个真要紧的关键是什么货？咱有时常落实伫咱生活的每一件代志顶面啊无？恳求主圣神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咱所领受，咱会通好好来回想，也互咱伫过来日子内面，咱真正会通活出一个满有主的大能来充满伫咱，互咱伫咱所行所做顶面凡事行通。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啊，搁一届献上满满的感谢。
主透过阮对主你所领受你遮个要紧的话语，主你搁一摆帮助阮，互阮真正会通去晓悟。主，阮需要搁较侪来弃权，来互主你伫阮生命内面掌权，帮助阮，互阮欢喜来倚靠圣神来做每一项代志，伫逐样的服侍顶面无照着家己的意思，乃是照着圣神的引带甲带领，搁伫圣神的启示内面，互阮真正会通搁较明捌主你的话语，搁较明捌主。互阮伫阮所服侍的顶面，因为有主你的话，成做阮的倚靠甲气力。主你要亲自来伫阮的信仰生活顶面，来建造阮的信心，互阮会通安尼徛在安尼伫咧即个石盘顶，互阮所服侍的真正是充满了主你的大能甲气力。愿你的神不断引带带领阮，愿安尼献上感谢、恳求、祈祷，靠着所基督圣名。阿免。请咱当今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献诗第175首，献诗第175首。新的地，新的天，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当今用书头先前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自在。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亚岛人来受苦，
并是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伫城中过活，上天他12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各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圣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礼拜是11奉献，这是咱重新来奉献。耶和华你是天地的主宰，阁有阳光、威严、能力、甲德性。彼若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气力甲性命，手术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啊，但愿感谢你，学到你极大的阳光。我是甚物，竟然为安尼奉献？因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寄他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离地。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予你。请坐。这是咱重新来奉献，请曾建民执事，请秀梅执事。请咱起立来敬奉献的诗歌。在
这是咱同齐来读本周的经句，是加拉太书第5章第25节。既然咱靠圣神在活，咱就顺探圣神来生活。我一解。既然咱靠圣神在活，咱就顺探圣神来生活。加拉太书第5章25节。这是咱来报告。报告进前有第一摆来的朋友吧，遮有大家军的二姑朱晨霞女士。她是朱班好的二姑，我的小姑朱晨霞。那里一个团队里面很可爱的是你参加主日学，我们大家欢迎。好，那接下来报告，咱来看周报。第一点，本主日为11奉献主日，请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第二点，下主日为文字传道奉献主日，教会公报社将派周克修牧师前来请安正道。本会林牧师将受派至4节教会，请兄姐为文字福音事工关心代祷奉献。第一堂礼拜结束后，将召开主日学教研会，请老师预备心。肢体消息，第一点，明天礼拜1于马街医院七星中会举行第73届第3次中会议会，林牧师与2位代议长老冯林慧、张淑芬将代表本会出席。第4点的第二个，9月25号到27日，礼拜3、礼拜5将举办灵修关怀之旅，费用每人6500，欢迎夫妻姐妹报名参加。其余的肢体消息以及报告事项，请会友自行过目。那还有关于奉献的以及说会计的事务，如果有需要做修正的，也烦请跟干事提出。好，那我们来看代祷事项。代祷事项的话，请我们会有5位兄弟姐妹需要大家的迫切代祷。那第一位是赖韵如姐妹，那标靶治疗效果比较不好，那求神预备医疗团队及有效的治疗方式。那第二位是杨志强弟兄，有忧郁症以及相关的皮肤的状况以及身体的不舒服，那求主加添信心，赐下医治的大能。第三位是廖贤哲弟兄，颈椎开刀后有相关的后遗症，那求主赐下够用的恩典，走出生命的死荫幽谷。第四位是陈文志弟兄，第2次的肺癌化疗之后，身体相当虚弱，无法讲话，求主医治怜悯。那第5位是郑一桥弟兄，胰脏癌的治疗，那希望有好的体力，能够接受化疗，靠主走过生命的低谷。那这时我们一起来同声开口，为会友的身体状况以及肢体的来祷告。求你保守带领姐妹，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这是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仁慈的天父上帝，我们为了国家未来跟世界的和平来向你祷告。日益动荡的全球局势，甚至今天稍早，美国还发生了严重的枪击案。地球的炎热，到处都是区域冲突与战争，越来越多的孤立主义跟民族仇恨，不管是在欧洲、美洲还是亚洲各大陆，都不断的浮现。求你怜悯这一切，求你医治这一切。我们知道，只有你的爱能打破许多隔阂与对立，成为全球共同的唯一答案。你是如此的爱世人，甚至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你教我们福音总归是一句话：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因此，求你使我们的心柔软，对新住民，对许多与我们意见不一样、立场不一样的人，都能够接纳。求主帮助我们实践爱我们的邻舍如同爱自己。也为主的教会的建堂意向祷告，求主在我们中间掌权作王，使我们能有同心合一的心。也祝福我们当中近来确诊过的弟兄姐妹，使他们没有后遗症跟相关的副作用。主啊，求你使我们以真实的信心专心依靠你，使我们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将咱做伙来因圣言献诗第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因此，煞请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因转首。恳求主你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给我大脚步，若是我天真欠比是正，让我答你遵守你个命，让我伫黑暗中做坚定，对做引带是袂落，这是我人生必经梦。恳求主你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给我大脚步，假使我仍然欠你是正，在我这里遵守你个命，让我伫黑暗中做坚定，对做引带是袂落，这是我人生的成梦。是阮的主，阮搁一届献上阮满满的感谢，也愿主你是阮祝福伫阮所有囝仔欢喜尊谈主你的话，搁照安尼去行的正兄弟姊妹，伫阮伫过来的日子内面，因为阮欢喜顺谈主，学习主你的款式，互阮伫阮逐样的所做的顶面欢喜来弃权，来互主你伫阮的生命内面掌权。主，阮要安尼经历主你怎样伫阮的生命的这个坎站，拢伫主你的掌权的下面，阮要来高举主你的名，荣耀主你的名，互阮所行所做，拢互主你的名来得到应得的荣光。愿你照着你的信息来成就你的心意，伫阮所有正兄这顶面。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生啊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路尾。阿免。阿
请这咱用祝福这条诗歌比出来祝福。带咱倒转，愿上帝讲，今日就伫咱。愿上帝听，今日惦伫咱。愿上帝听，今日惦伫咱。咱所受一切温暖，显明伫咱所做所讲。愿上帝听，今日惦伫咱。愿上帝平安，今日赐予咱。愿上帝平安，今日赐予咱。